接把下路来看，后山发动天气的立位县情，花莲县今年的立位选举是三强鼎立的情形。国民党提名的王庭生有响应有势，以主打政绩派上的联姻，接受民进党征收的本党推动县的立位赖坤生，以认为讲发动是一体的，使得共同发生。不过响应花莲县农发处长总支筹有县长傅坤琪的支持，设立也得的初一。也增加为后山嘅变数。国民党说，现任立委王庭生利用地方庙会嘅机会，自己嘅同市民拜票。出身花莲经济世家嘅王庭生，本来係太学高手，99年2月份，向国民党提名参加立委补选，赢过民进党提名嘅萧美琴。佢禮拜先見主打經濟派，希望過禮拜得到市民嘅支持。那目前苏花改的这一个建设的进度也已经超过13%。好，那么对于整个花莲中长期发展的花东地区发展条例，10年有400亿的经费庭生也顺利的在今年6月份在立院全力的给它通过。本来係台東縣嘅民進黨現任立委賴坤生，禮拜本調來花蓮參選。雖然唔係花蓮人，但是20年來嚟評價台西縣政亦都係為了聽數。我是頭07年做行政院東部聯合服務中心嘅副執行長，對花蓮沒有一定程度嘅了解，土地經營係其愛訴求嘅。今年的重點是會放在說，這個還我土地公地放臉，讓這些的農民耕作數十年的農民，他們可以真正實行所謂耕者有其田政策，然後讓我們的土地的爭議真的對東部來可以落實。相關關心農民議題嘅，還有認為堅持參選立委，受到國民黨開除董事嘅現任花蓮縣農業處處長江志超。我們鄉親所面臨的這些困苦的。包括尤其我們花蓮縣鄉村的就業問題、農村的經濟，都需要我來跟中央來跟溝通。另外一位花蓮是3個鄉鎮市地板小八街係客家重點發展區，所以應選提升客家能見土發揚文化特色，未變做3個候選人重要嘅經驗之一。庭生會更着力於這個2次的客家移民的這個搬遷的辛酸史，甚至於在整個前山到後山來這個客家族群的這個聚落的這樣的一個發展，那在我們花蓮有應該有相當深入的注重跟着重。後山翻轉，萬事 OK。我們所謂的文化創意。好，在地文化創意的東西，結合我們本來的客家文化，這個優美的一個傳統文化，那這個是刻不容緩的。怎麼去充實它的活動內涵是最重要，來讓客家的文化、客家的這些過去的這傳統的基本價值，讓我們這客家的子弟，讓它生生不息。花蓮縣嘅支持土，26年來做下係南比6個較多。但是99年2月立委嘅補選，人嘅票率係48%，綠差唔多係42%，兩者之間嘅差距已經變細咧。然後又加一屆有縣府資源同基層實力真好嘅江志超來本泛民嘅選票，未加強花蓮變天嘅可能性。客家新聞鍾國興，花蓮報。